交给你，我来搬就好了。哎呀，三妈，你大咧搬细粒搬，你嘛小休困一下啦。哎，无要紧啦，我阿三啊，敢若牛同款啊。颠倒是你啦，你即马规个面哦青顺顺啦，一点仔血色都无啦。头家娘，你先去车顶去眠一下啦，吼。我搬好，我带你叫啦，吼。会去食药啊，吼。你嘛小休一下啦。哎呀，无要紧啦，我阿三啊上勇啊啦。三妈，我看吼，我先休困一下，啉一下茶咧。细汉时阵，你敢有去学者？有啊，你若读细汉时阵哦，迄读个偌好咧，你知？每一本考试哦，你嘛考前5名呢。你不你若种哦，细汉时阵受过热啦。阿嬷来去学校接的时阵哦，好啊，种个阿嬷比幼晓呢，吃味呀味呀味，安那找无，向对后边，哇一声，我目夹出。咱咧后摆你会食我的。袂用的啦，阿嬷即摆已经老啊，袂堪要搁惊着啊，吼，来，咱来去。咱到底遐呢？你哪会坐阿嬷要带你去一个所在啦。看你，爱甲金宝娘娘求，吼，来。我希望阿嬷永远拢甲即摆同款，对我甲妈妈足好诶。阿姊拢袂发性地，大家欢欢喜喜大斗阵。金宝娘娘，心如装手机，今仔日来是为了我的新妇。我的新妇是一个温柔、善良的好查某，伊的后生即嘛是跪伫我的身边，叫做宽仁。虽然乖卡捌代志，也毋过伊还细汉，命无老母的。伊想讲我的新妇得了绝症，搁食无偌久。金宝娘娘。我甘愿切我的血寿来，可以当加食几年。我甘愿食长早，来替春秀添福分，可以伫有生之年会当过得较快乐一下。哦，请坐，来拜拜哈。是啊，明白。我这有1万块哦，条面样啦，请你甲收起来。请坐，有1万块哦。这点仔心意啦。希望讲会当保庇阮一家口啊，大大细细平安，添福分啦。会啦，有种功德哈，种善因一定有善果啦。啊，以后大庙若生代志，爱我斗3工，爱我来做的，请你唔通客气，卡车定来厝的，我一定会来。好啦好啦，安尼真多谢啦哈。食饱是无？妈妈，我要去学校。阿妈讲你错啊，爱会记得早起车顶拎哦。知啦，你落来洗你哦。妈妈再见。再见。是吧，姚仔？老早，是吧？我甲你讲，母啊的手艺确实袂歹呢。咱的便当人客拢足五落的哦。啊，妈妈透早吼，去煮早顿，搁要煎药啊。啊，透早无看人，伊是去菜市啊是无？无啦，菜遮尔啊重，我也敢叫伊去买，拢嘛是我家己买的啊。这几工透早拢无看到伊个人，还是走去倒？妈，你会透早来遮扫地？这是我的心意啦。啊是啥物心意？啊，我着去母娘遐求无，希望母娘啊，甲你添岁寿，甲添福分啊。普桥做咯，我是无法度啦。啊，
若讲要提钱救济吼，是我嘛有限，所以我甲舅母娘讲吼，我食饭菜，假使讲明年哦，若有需要我做的工作，我一定会去做。啊，咱厝边隔壁是讲街头巷尾，像这涂骹若爱人扫的吼，我一定来扫较足清气的。我日日做会到的，这嘛算讲做功德啊。妈，为着我的病哦，害来钱人阿母你拿钱，你拿钱，佮害你袂趁钱，我诚实对不起。别安尼讲啦，啊，一个人阿某吼，当少年应该较骨力做的啊。啊，像讲我安尼哦，出来遮扫涂骹，这是我心甘情愿的啊。我受伤较济吼，妈妈是爱替你添血受，添福分。啊，你活甲老了，会当看到做番人娶某生囝，袂当看到妈妈活甲老，行拢行袂去。嘴齿歹，嘴齿都了了。妈妈爱你，永远陪我我的身边。我爱你比我较大先走。妈，是我唔对，我袂有通诱惑你，我无法度陪你，我不好，害你佮我咧操烦。你爱坚强，爱坚强啊！妈妈好叫母娘，叫母娘保庇你。啊，还有草药我是问足济人才问来的，人这粒草药有真一人食了效果真好，你若食一定好起来。我知啊，我会准时啉。爱坚强，等下还阁开车呢，赛车较细腻的，千万唔通走伤紧。妈，我来找车。走车较细腻的哦，嘿。较细腻的，平安第一啦。你来给我食甲便当来啊啦！哎哟，大头家呢？后长兼讲真，佮家己送哦，真骨力呢。无法度啊，啊，就欠骹手嘛。哎呦，来真啦！啊，你即摆大老板呢？便当甲你送哦，你请我啦，我你送就好啦。阮咧做小生意的吼，请你袂起啦。来真啊，做这款小生意哦，一杯果汁，一个便当，这是10块20块，趁少难赚钱呢。你甘愿哦？时机歹歹吼，有钱趁就袂歹啊。讲遐无志气的话啊！安怎？今仔日手会招未？拜托好无，苏老板啊，莫搁伤害啊啦！我哪有咧伤害？我讲的是实在啊。今仔日也毋一摊。靠家己手拼来的钱哦，通实在啦。我叫赢的钱哦，袂过暝啦。来真啦，啊你真正要做好囝呢？好啦好，我无时间甲你啰嗦啊啦。苏老板啊，敢当麻烦你，较加食这半个月来便当钱，甲果汁钱啊？啊，你是咧急啥？这月底做伙算啊？袂用的啦。什么你袂用一个？咱老朋友啊呢，而且我货运行开甲遮大间，
敢会去找你遐细条的？我毋是惊恁走钱啦，是我即摆欠钱咧拼现金啦。我想要分数啊，踮咧有生之日，早找你完成还无啦。哇，小金啊，你是安怎哟？头家娘啊，你莫搬啦，你先休困，你小人过来开车呢，接我来就好啊，啊。金秀啊！哎呦，安尼才拄好，我喺附近收小讲，拄好去拄着你啊！我叫你走车哦。是啊。莫想勉强啦，趁钱有数，性命嘛是爱顾啦。人生短短啊，要趁偌济食偌济哦，拢是煮好好的，无需要安尼拖老命，有价值。人生若是拢无目标，毋免做，毋免谈，安尼阁有啥物意义？听你安尼讲起来，你敢若真正想要甲土地买转去，要开会员头？对。好嘞，那安尼哦，我也祝你会当成功啦。等你会员人开起来吼，会当扛我的车来拼出。我嘛希望是安尼。好啦，挂电话。小西啊，我心不做啥物款？暂时是稳定啊，啊，毋过你唔管喏，啊！你紧讲，你紧讲啊！我急到强要死啊！什么？你无讲个一高兴啦，叫你莫讲话，你家要搁讲。歹势啦，我唔是调工的，我真正急到强要死啊！你讲讲。恁先免烦恼，互病人先休困，咱来外口讲。小西啊，小西，我心不做做啥物款？讲。我顶摆毋是甲恁交代过啊，千万不要互伊情用，你是要互伊才操劳咧。哎呦，拢是恁啦！我讲叫恁讲哦，唔通互伊做安尼粗重的工课，恁就是安尼袂够交代啦。那是我唔好，那是我唔好，你还怪我死哦！还怪我。无关系要关啥？今日若准日就爱甲顾咧，粗重的工课唔好去做，做到粗重的工课死有人去。阿母啊，你唔通怪阿三啦。其实阿三已经真照顾阿嫂啊。每暝因转来搁这店的时阵，阿三拢忝啊徛袂掉啊。恁即马就爱互伊带伊情用，千万莫互伊出去做工课啊。知影啦。恁即马去你柜台办理带伊的手续。多谢哦。行，多谢你。阿母，无恁先转去，阿嫂叫我来顾就好啊。免啦，出来工课要搁这店，遐尔啊济通。你对，叫我来顾，我来顾。母啊，这几工你嘛真忝啊，你先转去休困，数留的我搁带来顾就好啦。你莫搁急，这交代有好就会使。权人搁伫厝内底，来照顾好就好。莫甲权人讲，因老母已经住病啊。走亲，我求恁来保庇嫂，因为了这间厝付出遮尔济，若无伊，我嘛无法度过遐遮尔顺遂。伊实在不应该受种病痛来折我，我求恁来先帮助伊，莫要遐尔早走。阿嫂对咱规家伙人真好，对阿母也真友好。这么好心的人，应该要有好报。希望做心保庇，保庇互阿嫂身体健康起来，早日脱离病海。
宽林，去面坐来困啊。我着等妈妈转来检查功课。唔免等啦，恁妈妈吼，恁妈妈赛车去南部，阳光未转啊，吼，你先困，嘿，来乖，来，乖哦，吼，先困嘿。妈妈哪会无甲我讲啊？就人临时叫伊去的嘛，就袂晓甲你讲啊，咱先困哦，乖，来，等下，倒来啊，哦，你困哦嘿。妈妈，先生有大哥在，我先拍去，甲妈妈讲一下，才困好无？唔好啦，这里暗啊，妈妈你无闲，也毋过，妈妈即摆走遐尔远，即摆我遐尔暗，我会烦恼呢。免烦恼啦，无安尼啦，等下吼，阿妈再敲电话甲讲安尼好无？妈一直听我讲，我就想伊个，若走忝一定要休困，袂使一直走。我知啦，快点快点。母啊，拄则怪款人咯，遐尔关心春秀，我心肝足艰苦的。大人烦恼囡仔，囡仔担心大人。这对母仔囝实在是母囝连心。对啦，母啊，煞入面的代志，权人早晚拢会知影。你想，咱敢要想一个较好的办法，甲权人讲，互伊有一个心理准备，较袂讲到时阵伊若看到煞倒去病床，伊会伤伤心，嘛煞烦恼啊。有用的啦，袂用互权人知影啦。你若知影讲伊老母得这款病哦，去遐病一定足伤心的，这是天性，是母囝连心。即摆春秀还阁昏迷不醒，权人知讲伊老母一定走去，春秀还阁毋知人，因为权人若伫身边哭，一定足艰苦，伊有感觉的啦。你哦，伊免当安心倒来用病。阿母，毋过咱是会使骗伊骗到当时啦。你若总有一天会用完，权人到尾后嘛是会知影。伊咱不管啦，即摆哦，咱着爱等春秀我精神了后哦，再搁讲啦。咱即摆看会当做偌济就做偌济，做到安尼哦，伊才平平安安过伊剩的遐日子，安尼就好啊。煞拼死拼活，就想着要开车行啊！我甲煞人这3个月，你若做物仔做，嘛才赚40-50万。即马想要甲地买转来，还阁差50万，通无嘛都要阁做3个月。煞身体也歹，嘛毋知法度当开始通顺无。权人，你困。你拄则讲妈妈伫病，敢就是阿妈，你想要骗我讲妈妈走桥去南部？权人，这是妈妈交代的无，你知影，毋是阿妈骗你啊！要安尼心心在用病吼，乖。妈妈，我要找妈妈，我要看妈妈，你带我去看妈妈。你来，即摆妈妈吼，还阁昏迷不醒，你有通去？我不会啊，我这摆就要去啦。乖啦，你互安尼心点嘛，伊会用病嘿，乖，听阿妈的话，你莫靠阿妈再带你去吼。我不会啦，阿姐，带我去看妈妈。带我去看妈妈。母啊，互伊去看煞啊啦！即摆若不看，也毋知后摆有通看无。阮母仔囝加斗阵一工啊，对煞对权人拢好啦。
春天百花满满是，蝴蝶飞来收花期。青春男女好情意，双人长美甜。妹妹我是真真意，不敢讲出嘴。春天樱花正当时，双人来到阳明山边，樱花开。